所以，来看今仔日透早4点外时呢，伫中华园林是来发生驾酒赛车的意外，有一个75年厝姓郭的查甫人，伊赛车失控去弄到路边的10台乌多摆，加在迄阵这天才拍破光尔，这路面是无啥人，驾驶着伤是无性命的危险，即马专案是照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。 为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一台车伫对向车道动都无动，直接冲过来，甲停伫路边甲顶仔卡的机车弄甲翘翘倒。换另外一个角度看，这台车驶真凶，弄入摆大楼的顶仔卡才停落来。代志就发生伫初10透早4点外，中华园林的8条通路口，车祸当时真大声，附近的民众拢惊一跳。非常凶的，大家砰起安尼啦，但是我看无咧，我6楼看落去，到底是伫倒位啊？ 弄入来内底啊！警方表示，肇事的是一位75年厝姓郭查甫人，伊赛车沿园林市民生路要往东直行，煞伫路口失控，加强弄到10台机车。发生车祸的大楼门口盆栽、泰路嘛，互弄甲水糊糊。加在车祸迄阵，天才拍破光，路的无啥人，除了赛车的驾驶身躯顶有袂少刺伤，并无其他人受伤。接触之后发现是一个男性驾驶坐在驾驶舱，他意识是清醒，他在救人的协助下自行脱困。经查驾驶有酒驾情事，全案本分局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。 经过警察实施酒测，发现肇事姓郭驾驶酒测达0.7，超过法定标准值。专案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署侦办，详细车祸原因也阁需要调查厘清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